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人讲一乡有一俗，每一个所在、每一个地头，拢有无同的风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，就是乡好养乡故乡的乡，读做第一条。古早认为讲12500家号做乡，乡会当讲是都市以外人口较无遐尔济的所在，像咱讲乡村。另外某一个地区，特别是祖籍出世的所在，或者是长时间住过的地点，咱嘛讲乡。像咱讲故乡乡里，这个意思就是家乡家园，嘛有人读做家园。若地方政府行政区域，咱嘛讲乡。像讲乡镇市，就有龟山乡、路德乡。共故乡的，咱讲是共乡的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字读做离乡无离乡，咱看到乡甲乡，这是有口韵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就算离开故乡，也毋过故乡的腔口同款未改变。第二个字读做一乡一俗，代表讲各地头风俗拢无同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字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一乡有一俗，各地头风俗无同。阿明就算离开乡里过了10冬，腔口同款无改变，有影是离乡无离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乡，嘛有腔口读做乡，另外嘛有一个音读做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